输安尼煮煮甜的，安那煮下去。是啊，煮安尼真当油。做好啊，轻淡糊、清淡糊嘅，渐渐的爱轻啊。狭小的空间，2位年过半百的妇人，一位是捏肚脐饼超过30年的师傅，一位是传承肚脐饼文化超过30年的老板娘。这一捏一揉之间，是对客家文化还有美食的坚持。客家人要请日本人吃点心啊，结果他们想了很久。以前我们客家庄是很穷嘛，就没有什么好的点心啊。日本又很喜欢吃甜点了，后面他们就想了很久，就用那个绿豆啊，结果很多人就觉得说他做了又不大啊，就好像我们人的那个肚脐凹下去。名称来自于外形，而这小零嘴倒也变成客家小孩的奶嘴了。小孩子就很喜欢吃那个大拇指啊。那个师傅就灵机一动，就把它做像这样长一点，去烤，这开始就有一点像奶嘴的样子。一个个小面团慢慢膨胀，有没有像一朵绽开的玫瑰花？面团从洁白烤到酥脆金黄，从含苞到像玫瑰花般绽放，就像林秀凤的人生一般。我就开始慢慢学客家话，因为我要做生意啊，听久了就会了。闽南人的林秀凤，如今变成道地的客家庄子弟。当初嫁来客家庄，一做30年。他也是客家人啊，你看有客家面，客家。因为我每天玩面粉，所以有客家面。肚脐饼的制作也很跟得上潮流，很养生就对了，它没有添加什么，就是绿豆。皮也没有油，看这谁啊？谢谢。新设计的外盒包装，喜气大红配上花布，油桐花色放满一盒，暖暖心意。它从一个面粉可以白白的面，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很这样子色香味俱全的食物，真的是每天看起来心情上就很舒服。好吃。金黄色的肚脐饼有着客家孩子特殊的童趣，大红色的花布下有着林秀凤深厚的客家情，一口咬下瞬间，也让我遇见感动时刻。